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12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现在毒品的包装愈来愈多元，加做细小啊，互人分辨袂清楚。台湾陈医院烦恼少年朋友会无细腻接受毒品的危害，因此要求教育单位伫校园加强宣导，同时也希望警察局会当积极调查，杜绝毒品的来源。台湾陈医院提出科学面、小熊软糖等等的细小啊指出，现在毒品真容易假做是青年朋友介意食的糖啊饼啊，互人一时无法度为外观分辨出来。台湾烦恼少年人会因此踏入毒品的限制当中，因此要求教育局伫校园当中加强宣导，并且将相关资讯打伫教育局网站顶端，来提醒学生甲家长会当多多注意。我在想说，从我们教育局网站上面比如说如果家长或同学，其实他也可以，如果在网站上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他也可以了解到说，到底我们是怎么宣导的，到底现在的毒品到底变化成什么样子。那结果我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上搜寻之后，其实有收到这个新兴毒品的一览表那其实点进去之后呢，就看到了说，其实它有针对了这些新型的这些 K 他命啊等等的，做一些图表，来让大家知道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变化成毒品的形式。可是局长，这个表格是什么时候做的？您知道吗？这个应该是去年做宣导的时候。做的，对。结果是104年的1月其实一晃眼，这个已经快2年了好，那谢谢议员提醒，这个我们会在要求更新。毒品已经变成了有可能有类似科学面的样子，类似小熊软糖的样子，类似饮料的样子，其实日新月异为了要吸引年轻的朋友来碰触这些东西，其实它的状态是日新月异结果其实我们网站的资料根本就没有及时的更新，已经是快2年的资料是我补充一下，跟不上现在毒品变化的这个脚步其实也很可惜，没有办法让这些家长或孩子及时来。其实我们在宣导的那个 PowerPoint 里面，其实都是随时在更新的啦那上网这个部分，我们会再把最新的档案上传。台湾陈医院搁以台北 W 毒派案件来提醒警察局，应该爱以此为戒，做全面的清查，避免类似的事件伫台南发生。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因应高龄化社会，政府推动长照2.0来照顾长辈。对此，议员林义正建议参考日本儿童照护员机制，互儿童利用课后时间到长期照护机构关怀老大人，对双方来讲拢有正面的意义。针对政府推动的长照2.0政策，议员林义正建议参考日本儿童照护员的概念，互儿童到儿照中心等长期照护机构关怀社区长辈，不但丰富长辈的生活，也互幼儿透过甲老大人互动的过程，学习爱甲关怀教育。武王妇幼带孩子那出去跟这个眷村的那个老公公老奶奶接触这对幼儿来讲就是一个爱与关怀的教育。那对长辈来讲，当然多了温馨与欢乐跟温暖。那所以我本席在这里这个诚恳建议这个向儿童借力量，这个未来的这个失智特别是失智老人的照护的最新趋势请社会局跟市长做个参考。长照2.0，借小孩子的力量，我感觉这足好的，足温馨的他拄仔讲咱迄个有王幼儿园嘛有这款的做法，未来咱台南市的迄个长照日照中心应该和附近的幼儿园大家合作，把小孩子的活泼生气带进来，可能迄对老人来讲嘛，这是一种足好的治疗方法。第二就是讲学生囡仔，嘛会当讲影响伊安怎去关心老人。为
另外，新市政中心有3个地点，以及维持双市政中心总共4个选项，想要透过资讯性公道交由市民决定。议员林义清认为，3个地点的票数真有可能分散，即使维持双市政中心这个选项成为最后的结果，那安尼新市政中心的议题就完全无意义，所以伊反对将这个项目纳入公道。台新闻trả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真侪道路伫经过路边专案以后有明显的改善，不过议员王景德指出，无纳入专案的道路依然有行车的问题，亲像伫安南区中溪路二段，才短短800公尺，就出现23处无便的所在，因此伊希望公务局会当解决这多年来的问题。安南区中溪路伫本源街到北安路这段，才短短800公尺，路边都有23个窟窿，是因为之前台电实施的23个人孔盖摕起来重新铺设以后，煞无底护抹，时间一久就产生窟窿，而且大部分位伫慢车道，互骑车民众经过拢会扣一个，若无就是为着闪避，骑到汽车道，增加危险性。台电也好，自来水也好，电信也好。伊污了要回填的时候，其实拢无实啦。目前过去是因公线单位缴钱，互咱来补修。但市长就年以后就年安尼唔好，就讲咱爱有这个监督的单位的地位，所以普通的就是因公线单位爱先铺，补好咱去监督。但路平是因为是有整合性的。所以这路平的时阵就是我路平没有问题啦，唔是路平。我即马是咧讲，唔是路平的时候，普通的啊，即马是讲因铺的时无因铺的时按去甲监督，但是嘛唔知伊铺了下较有实无实啦，铺起来都足白足水啊。有可能验收了3个月过，伊佫落落啊。伊要验收的时候，爱会动咱接管单位，无论是公所还是市有，拢。对此，市长赖清德指示公务局邀集公线单位，以这段道路作为实例，避免其他的路段再次出现类似情形。台新闻trả山林根采访报道。立委陈廷辉为了迎接2017年，特别印制了2款的历历，以倾听2017甲台南起飞为主题，坚持听取民意，以及透过中央甲地方的合作，和台南起飞。希望透过历历感谢民众的支持，也表示绝对袂忘记人民是头家。这2种用色简单、设计清新的年历，都是立委陈廷辉特别印制，以着倾听2017甲台南起飞作为主题，希望透过年历对支持民众表达上界深的感谢。记者会现场，因为立委正伫立法院开会，无法度前来。由叶小妹议员陈怡丁代表主持记者会。今年我们一样按照往例跟去年一样呢，推出了明年新的年历。那主要呢是让我们的所有好朋友们呢，可以让陈亭妃呢陪你过一整年哦。那我们今年特别设计了2个版本有一个版本是有蔡英文总统跟陈亭妃2人的版本，还有一个是陈亭妃个人的版本。那个人版本的部分呢，加上倾听2个字，主要是亭妃要倾听所有民众的声音，那也代表亭妃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这样的心情。那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呢，即日起都可以到，包括我们的海岸路的服务处，还有安中路的服务处都可以索取希望大家可以把年历带回去，那陪大家过一整年。这个年历也大心的将连续假期以及弹性放假，用无同款的设置标记出来，让民众会当提早规划放假的计划。立委陈廷辉也表示，年历伫心中代表的是压力甲责任。记录着每一天人民的生活，所以绝对袂放袂记这人民是头家这件代志，一定会为人民持续努力打拼。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着解决台湾长期照护能力的问题，有多年护理经验的文子公病院前副院长周兆芳，以家己的专业经验，加上参考国外相关的护理措施，开始积极推动专职护理。目前伫台北真济病院已经有真好的成效，对此伊也出册传达家己的理念，希望全国的病院拢会当做伙实施。其
伫台湾一旦有人破病，厝内面往往爱有人伫边仔甲照顾，但因为无够专业，家属的照顾往往会造成家己真忝，同时护理人员阁爱不断甲教如何照顾，造成双方面的负担。有侪年护理经验的周兆芳，就将专职护理的理念甲成功的案例写做一本册，希望台湾的护理环境会当一步一步进步，成为专职护理。那你看打拼那么久哈，我就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护理哈最糟糕哈、最不能突破的一个问题。可是问题不在我们护理部哎，因为这个是经费哎，这个是医院要出一点钱，没有了，要支持了哈。然后呢，国家啦、全国呢，应该要支持的一个制度哈，让我们全国的病人，我算算应该有7万多床哦。每天呢，这个只要满的话呢，7万多个家属都在病房里面照顾病人。那还有呢，这个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我看病房哦，老人照顾老人也越来越多呢。那我们护理人员哦，你看这个本来基本照顾 basic nursing 就是我们的 nursing 的一部分啊，但是没有人力呀、啊，那我们只好也就随着这个原来的这个不对的制度了哈，也就延续下来呢。但是我们还是花很多时间要去教家属啊，而且常常还要照顾家属。在护理工作，我以前在成大医院工作的时候，常常讲说，我们护理工作人员就很像一个棒球场上面的捕手啊，医生可能是投手，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捕手如果每次都漏接的话，其实这个球赛比不下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护理工作，尤其这个周主任他推的这个全职护理，那他自己太谦虚叫推手，我跟他叫做全职护理之母啊，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群。推动专职护理需要政府的支持，病院的体制嘛爱改变，所以过程会经过一辛苦的难关。周兆芳律师希望会当将专职护理推向全国，让每一个看病的人拢会当有专业完整的照顾。今日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五星级饭店业者甲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合作做公益。邀请北门区6间国小学童到饭店享用欧式自助餐，提前欢度圣诞节。嘉义励志酒店创立15年，为开幕以来持续投入社会公益。这届甲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合作，招待北门区6间小学的学生来到饭店的自助餐厅用餐。嘉义集团吴俊义董事长也亲身接待学童，给因一个温馨的圣诞。嘉义励志为了回馈我们北门七股在地的乡亲小朋友，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6所国小的师生呢，一起来在我们嘉义励志呢参与我们自助午宴。那也希望小朋友呢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除了享用我们自助餐以外呢，我们的师傅也准备了 DIY 的姜饼的课程。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欢乐的活动，能够启发将来小朋友长大以后能够取之社会，回馈社会，也能够有能力之余呢，也将自己的能力再来反馈给社会。那这也是大爱励志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活动来抛砖引玉。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大爱励志酒店能够这个发挥这个社会公益的这种责任回馈给我们北门当地的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在这个圣诞节前夕今天刚好是比较冷的天气，那么有这个机会到我们大爱励志酒店来，能够享用这个5星级的这种自助餐点。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说，今天来的小朋友呢，能够学我们这个吴董事长的这种精神，以后出社会以后，如果说事业有成也能够学吴董事长这种精神回馈给地方给社会。大义集团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关怀社会角落，除了宴请囡仔享用大餐以外，会后也赠送每一位学生小礼物，期盼因爱用功读册，努力向上，大汉了后爱发挥所长，回馈社会。互这份温暖会当传承落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嘉南药理大学资讯管理系第20号开始举办毕业成果展，现场有 App 开发、电子册、创意商品等等，作品拢结合科技趋势，并讲究实用性。现场又邀请6位产学界的专家担任评审，给学生上专业的建议。嘉南药理大学资讯管理系毕业展展出的作品非常的多元，比如会当自动巡逻的无人车设计、电子动书、招生游戏 APP、了解慢性病保健等等。在作品当中，展现学生的创意甲讲究实用性。毕业展当中，也邀请文化系以及应用空间资讯系作品。这次我们的专题展是历年来最慎重也最盛大一次。我们这次呢，除了我们资管系的专题之外，我们也邀请几组应资系还有文化系的比较好的作品来这边，我们一起跟我们的资管系来交流、来切磋。那结合我们学校的健康乐活特色，我们的专题制作的方向呢，主要就是跟医疗照护还有休闲生活有关的应用。其中一个上届特别的作品，就是这个食遍天下。将做完厝内多年的办桌经验整理成一本电子册，内容除了办桌定件的菜色，也介绍办桌的历史，希望会更加多人更加了解办桌文化。我们想借由这个专题，我们里面有介绍它办桌南北差异，还有它背后的辛酸史，还有它的一些习俗，然后让读者更了解办桌它后面的一些意义，办桌的一些过程，还有一些它中破塞跟追咖的一些他的工作内容，所以我们在里面都有很细项的把它介绍出来，这样子。这届毕业展也邀请6位产学界专家担任评审，除了互相之间交换意见，也希望提升同学作品甲业界结合度，未来更加会当达到毕业到就业的目标。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远东科技大学的爱幸福农场，经过侪老师甲学生志工的用心经营，因所种的柑仔蜜总算会当收成。成功校长王元仁亲自带领学校的一级主管，抱着感恩的心，用柑仔蜜敬拜天地，预计为明仔开始进行爱心义卖。远东科技大学的爱幸福农场所在种大约3分地柑仔蜜。大部分拢开始长红，会当挽落来啊！伫咧远东科技大学校长王元仁的带领之下，甲校内以及主管亲自用双手挽下侪柑仔蜜。这寡柑仔蜜拢是有机无毒栽种的，校方也会将这寡收成透过学生的创意行销进行爱心义卖。我们学校办这个爱心活动，今年已经是迈入第9年。那这块土地是我们学校跟那个农民租的一块土地。那早期这块土地是荒废的，那后来经过我们通识教育中心詹主任经过他的规划，他觉得可以在这边种植番茄，然后把番茄采收以后，然后就拿来义卖，然后把义卖的金钱拿来给弱势学生来做这个
助学之用。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帮助了1000多位的人次的学生。我们不希望他去打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种助学的这个机制，让他能够安心在学校求学。那学生如果要打工的话，也可以到这个番茄园来打工，也不要到校外不好的场合去打工。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些构想。那另外我们在义卖的时候，我们是透过我们学校行销系的学生，他们组成行销团队。那有些行销团队，他们就卖到全台湾各个地方，包含总统府，甚至于南科科学园区里面有很多的厂商，都是我们的客户。伫遮所有的修行，拢将会义卖所得会捐予理生福利基金会。面对学校用这样健康、佮充满爱心的方式来教导学生，理生福利基金会感觉非常的感恩，也佩服。我想这个大学远东科技大学的另外一种的果实是它的爱心。就刚才有听到了，就是用这些番茄可以做很多的爱心的工作，就是支持有需要帮忙的那些朋友、那些年轻人来这个地方读书。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充满的快乐，还有觉得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幸福，能够参加这个活动，也了解它的意义。传承着优良的传统，学校也举办感恩夏天活动，感谢大自然和人类温处，也希望透过这款的方式，和爱伫咧社会正面传送出去。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去年天狗热疫情是上严重的一档，市府卫生局今年转换方式，除了积极为源头清除以及化学防治以外，佮结合大数据分析等高科技工具，互防疫工作佮较有效率。因此，为5月份到今，本土天狗热病例只有2例，显示市府控制疫情的成效。去年天狗热疫情严重，今年伫市府团队、社区防疫队加民众努力之下，为5月份热天到即马，本土病例只有2例，显示市府成功的控制疫情。卫生局表示，天狗热防疫工作已经为家家户户的传统防疫作业转换成大数据分析的科技战，才会当有效控制疫情的发生。去年一些经验。我们把危机换成转机，尤其以前是一个传统的防疫战，现在变成一个科技的一个战争。那我们利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从诱软器知道卵的数目跟分布，从挨家挨户的阳性容器的稽查，知道我们孑孓的分布情形。那也利用捕蚊的方式了解我们成蚊的分布。那最后我们也分析所有这些成蚊有没有带登革热病毒，那相对的就比较容易控制我们相关的疫情。把所有的研究，包括抗药性，包括它的生活习性，包括它诱染器或诱杀器的有效的程度的评估，我们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去做分析。那尤其这次很感谢庄坤达教授的帮忙，因为他的掌纹人或者是防疫聊天机器人，或昨天发表的智慧捕蚊器。都可以利用物联网的概念，把各个地方的数据利用人工智慧的方式做一些政策的分析。我想台南市今年登革热防治的一些相关的作为，从传统战到科技战，那我想也会成为小英总统未来南向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今年的天狗热防疫工程，也个包括由成功大学团队设计掌纹人 APP。互民众为手机地当了解疫情的资讯，也有天狗热热区动态顶服务。虽然进入到冬天，天狗热疫情慢慢减少，但是卫生局也是提醒民众要持续做好自清的工作，才当避免天狗热的威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这份的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
感谢你收看12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